有个城市叫 Who's Call，Who's Call，Who's Call 啦，谁的电话呢？谁来电呢？谁的电话？Who's Call？哦，有办法能过滤呢？周正雄主任哦，历史老师。周正雄主任当辅导主任，倡导要看《乞丐柬寨》这一本书，赖东进先生生命启示录。